人在那里啊，你在想说现在到底几比几了？那先让我们专心在上帝的身上啊，让我们在这个礼拜，我相信礼拜结束应该比赛还没有结束哈，所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先安静下来，也不论你现在挂心的是比赛，或挂心是你刚从外面进来你在烦恼的事情，都让我们安静心，在这个时刻我们就专注在上帝的面前，一起来领受他的话语。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可以得着帮助，也得着鼓励。在我们开始分享信息之前，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再一次聚集在你的圣殿当中，一起来亲近你，一起来敬拜你。求神你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来启示我们，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发出你的亮光，好让我们更明白你其中的心意，也在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看见你对我们个人，也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心意。愿神你赐福这段时间，也让我们专心在你的身上，在你话语的当中，好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帮助，得着利益。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及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属神的子民。但在分享这个信息之前，这个信息的主题，这个标题，它前面有一个大的主题叫做信仰的根基。那今天要分享这是第六讲第6次的一个信息。那这也会是这个系列当中的最后一讲的信息。那之后的信息的分享就会进到另外的系列跟分享。那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系列到底过去我们一起在上帝的话语当中，我们有一起学习听见了什么？在这个系列的一开始呢，我们透过以弗所书，我们一起学习一个主题，叫做生命的更新，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信仰当中，它不是一个我们相信一个宗教或加入到某一个团体，而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信仰，使我们的生命的内在得着更新，使我们的内在得着一个不一样的改变。在这个信息的第2讲，接着分享那如何去建造所谓的生命的根基、信仰的根基。我们透过马太福音第7章耶稣所讲的比喻，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听见而去行的，就好像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，风吹雨淋、大水冲，这个房子仍然稳固，这个房子是不倒塌的。在这个信息的第3讲，我们一样透过了以弗所书第3章，我们分享了生命当中内在的力量，而让我们再次知道，信仰不是外在的表现而已，信仰不是只有外在让我们看见它的一个模式，或者它的一个某些的样貌。更重要是看见信仰的力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透过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动工，好使我们真实得到那个真实的力量。在第4个信息当中，我们分享生命的连结，透过耶稣在最后要离开他的门徒最后的晚餐，耶稣跟他的门徒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如果你们藏在我里面，就要像那个葡萄树一样多结果子。”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根基、信仰的根基是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在上一次的第5次的分享，我们利用了这个圣经当中诗篇119篇，诗人所说：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”让我们再次知道，上帝的话确实就是生命的光，是我们在每一步所走的灯。虽然走了那一步的灯，并不是完全的照亮我们踏出的脚步，但每走一步，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同在。而今天我们要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。在过去分享的5个主题当中，我们比较多都在讲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被更新，我们的生命如何被建造，我们的生命如何可以寻求一个内在稳固的力量，我们的生命如何有一个正确的引导。但在最后一个信息当中，让我们也再一次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知道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，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，更重要的是一个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大家的事情。
所以在过去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如何去建立一个根基，建立一个不一样、一个更新的一个态度。但最后，在这个信息的系列结束前，我们一起再来思考：当我们被建立起来，我们一起在这里，我们不再是个体的时候，我们成为一个群体，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来回应这样子的信息？今天我们一起看的这一段的经文，在彼得前书第2章4到第10节，在彼得前书的那个时代，使徒彼得他写信给当时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一些信徒们。小亚细亚地区大概就是现在的土耳其，而当时的这些信徒呢，除了有外邦人的信徒，也有这些犹太人的信徒。那他说到分散在这个地区的信徒，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，当时的这些相信耶稣的人、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受到非常大的逼迫，特别来自于罗马的皇帝很大的逼迫。如果我们在这段的历史有稍稍的了解，就知道这些基督徒可能会被抓到这个竞技场去，他们要跟狮子、跟这些猛兽来决斗，甚至这个皇帝更狠心，是把基督徒绑在那个木头上面，然后点火烧，当作晚上的路灯。所以在当时的这些基督徒、这些跟随耶稣人，他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他们在社会也是被排挤，在文化中也被误解，他们被认为他们是一群吃人血、喝人肉的一群人。他们被认为他们所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，他们所追求的这个信仰是有一些问题的。所以在当时第一个世纪初代教会这些信徒，他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逼迫，他们有非常大的在这个信仰当中，他们是被误解的。当然，你回到台湾，回到现在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非常自由的，我们不会因着说，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，然后就有人在外面举牌抗议说你们不可以在这边聚会，或者是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，就有人在外面说三道四，说这群人怎么样。但是当然，或许我们还是会多少遇到这些事，就是可能在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在我们的家人当中，有一些人可能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或许对我们为什么来参与教会的服事、参与教会聚会，或在这个信仰中，他们也会有一些诸多的疑问。但是跟当时比起来，当时的人受到了非常大的误解。而彼得呢，他用彼得前书要提醒这群相信耶稣的人，不仅提醒当时的人，也提醒当时的我们。到现在的我们说，我们的身份不是这个世界定义的。当那个时代的人说，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吃人血、吃人肉的，你们这些基督徒敬拜这个耶稣是错的。当这些人陷到一个危机、一个挑战的时候，彼得再一次透过上帝的话语，写下上帝的话语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身份也不是这个世界定义的，是从神所定义我们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身份，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在这个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子民，而不在于是外面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价值，在这个文化当中怎么样去看待我们。而我们要在接下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先了解，在这个经文当中，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双关语，有一个特别的谜语在里面。彼得要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当然是写给在亚细亚地区的信徒，但除了这些有外邦的信徒，也有犹太的信徒。在这个犹太人当中，他们的希伯来文的里面，石头这个字，我们刚刚经文一直读到活石、房角石，或者是石头，我们一直有读到这样的经文。但石头这个字，在他们的希伯来，在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文字里面，它的拼音、它的发音非常类似于儿子。他的拼音，他的发音非常类似儿子，所以当彼得在说，今天我们在看这个经文，他说：“你们要亲近主，因为他是活石，或是你们是活石，你们要被建造成为主属灵的圣殿。”当我们大家再继续看这个经文，我们继续在这个分享过程，请你记住这件事情，他不仅在讲石头，不仅在讲一个物体，他更在讲他是一个永活真实的儿子。也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活泼的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活力的，是这样子属神的儿子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透过这段的经文，彼得前书第2章
的第4到10节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要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以及鼓励。第一个，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一起看到，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亲近他，来成为活石。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来分享的主题，就是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亲近他，成为活石。这段经文当中，他给我们一个，在我们一开始所读的这段经文，他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图像。他说要亲近主，他是活的石头，虽然被人厌弃，但上帝拣选他，珍惜他，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，在那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为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祭物。在这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图像，我们看到有活的石头，我们看到有属灵的圣殿，我们也在这里看到要献上成为上帝悦纳的属灵祭物。我们知道石头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 ，OK， 不论在路边的石头，在山上的石头，在海边的石头，石头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。相对的，活石。虽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比喻，石头怎么会有生命呢？怎么叫活石呢？但是活石代表它是有生命的、有价值的。所以你想，什么叫怎么有可能让一个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呢？什么样的能力让一个看起来没有价值的，但它却变成有价值的、有活泼的气息的？在于他说你们要来亲近主。在那个经文刚刚的读经，他说这个被丢弃的石头是上帝亲自拣选的，是珍惜他的。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这个石头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儿子，我们用这个意思来看，他就说这个活的石头，这个被丢弃的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但上帝拣选耶稣基督这位永活的主，拣选他，看他为宝贵，珍惜他，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。所以也因为这样，我们亲近这个永活的耶稣基督，我们亲近这个永活的神，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像那个活的石头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时刻是跟主有亲近的连结，活出有神同在的生命，我们就成了活石。我们就成了活石，成了那个活着的儿子，是那个活着的女儿。他就一开始说，那个在这个那个世代当中，那些相信耶稣的人，他们是被唾弃的，他们是被怀疑的，甚至他们是被误解的，他们是受到很大的迫害的。他们也怀疑我相信耶稣，我跟随耶稣，那我在这个时候，我到底是谁？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？我到底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我到底是谁？但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成为活石。那个活石代表我们是有活泼的气息，我们是有生命力的儿子，有生命力的女儿。彼得原本的名字是西门，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中，耶稣给他另外取一个名叫基法。基法或彼得，他的名字原本的意思就是石头。他原本的意思就是石头。耶稣为什么给他取这样的一个名字，就是你是石头？其实这个名字也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，在我们还没有认识恩典，还没有真的去亲近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其实也如同像是一盘散沙。我们的生命也如同像是一盘散沙。但当主的拣选临到的时候，当这个永活的真神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，就将我们的生命改造成活石，不再是一盘散沙，不再是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石头，而且还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变成为灵宫的材料。我们说我们的信仰虽然是很个人化的，我们跟上帝祷告，跟上帝敬拜，我们跟他建立关系，但每一个人生命的更新、生命的连结、生命的建立，
我们最后也回到一个大的群体当中，我们一起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。所以，上帝也使用我们这些活石。那个活石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活而已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见证而已，而是上帝使用这些活石在建造一件事情，就建造那个属灵的圣殿，建造我们的教会，建造我们所一起建立的这个信仰的团体，建立属灵的家，建立上帝的圣殿。这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：上帝的殿不是一个建筑物。上帝的殿不是一个建筑物，而是上帝的殿借着我们一起被见证出来。上帝的殿借着我们一起被活出来。所以在我们特别我们教会要进到50周年当中，这更让我们去不断的去思想一件事情：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当中。我们都处在这个一起建造属灵圣殿的这个时刻，我们是否如同一个活石？我们是否真的是有一个生命的气息？我们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气息，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也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？我们一起被建造起来，一同去建立这个属灵的圣殿。基督的信仰绝对不是加入一个宗教团体。绝对不是我来这里，我来参与聚会，我有读经，然后好像就是一个打卡，然后就是一个我有做到了，不是只要一个宗教团体或来某一个社团一个组织而已，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来到一个是活着的耶稣基督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到一个永活的真神面前，他使我们生命得成长，使我们的生命得更新，并且我们回应在这些事情中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2章1节他说：“弟兄姐妹们，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，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给上帝，专心侍奉他，蒙他喜悦。这就是你们应当献上真实的敬拜。”在旧约当中，献祭必须要杀死祭物，但保罗却说要献上身体为活祭，代表你的身体是一个行动，代表你的身体也是你的生活，代表你的生命的气息就是活着的。当你活着的时候，你就是完全不保留的献上活的祭物献给上帝。这是我们真实的敬拜，也是我们靠近这个活石永活真神让我们可以回应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的整个人生，也是我们整个教会，我们整个信仰群体一同经历，一同该献上的。第二个，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立于基督之上，信靠他就不致羞愧。立于基督之上，信靠他就不至于羞愧。我们刚刚所读的现代中文译本或第一堂读的现代台语，它翻译叫做失望，但不论是失望、羞愧或是失败，都让我们再次知道，在耶稣基督之上信靠他的这一切要通通的被挪去。彼得前书第2章，我们从刚的经文，这个短片只有打第7节，不过我们从第6节看，他说：“因为圣经有记载，看啊，我要赐下，我选了一块贵重的石头作为锡安的墙角石，凡信靠他的都不至于失望。”第7节说：“对你们信的来说，这石头是很宝贵的。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，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石。”在和合本，它翻译叫做房角石。那这边中文他说的叫做墙角石，台语说厝角石。但这个房角石、墙角石或台语说厝角石，它是整个建筑最重要的一个基石。特别在古代的建筑，若在研究古代建筑人，他们知道，若找到那个房子的房角石，他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房子它的方位是怎么盖的，甚至可以推断出这个房子的风格是什么样。所以在古代的，特别古代的建筑，当那个房角石决定了整个房屋它建造的方向，甚至建造了这个房屋它的稳定性。所以房角石，若特别你看一些比较是古代的一些房屋建筑或一些这些殿宇，就看到在这个建筑的最角落会有一颗非常大颗的石头，最重的那个石头，它有一个定位的功能，有一个基准的功能，
那剩下的这个石头就连着这个房角石一直盖、一直盖、一直叠、一直叠、一直叠上去。那彼得他特别也刚经他说经上记着说，他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，他说：“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做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的根基，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必不着急。”以赛亚书是说必不着急，我们今天看的是叫必不失望或必不羞愧。但是告诉我们，当一个把这个房角石立为根基稳固，成为生命的方向、生命的稳固的时候，是不着急的，是不失望的，不羞愧的。彼得告诉我们，信的人，石头成为他的根基；不信的人，这个石头变成他的绊脚石。彼得用这个旧约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：相信的人的石头变为根基，而不相信的石头变为绊脚石。特别在这个彼得的生命当中，我想他有更深的体认到这件事。我们知道彼得他跟随耶稣，耶稣呼召他成为他的门徒。在那几年的过程中，彼得看见耶稣怎么样行神迹，怎么样医病，怎么样赶鬼，怎么在耶稣的旁边听见他所传讲真理，彼得都经历过。但是到耶稣要被抓、要被钉十字架前的那一个晚上，彼得却3次不认主。彼得却3次不认主，然后他到外面痛哭。那或许他生命当中最羞愧、最痛苦、最失败、最失望的时刻。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基督再一次找到他的时候，耶稣跟他说：“你去牧养我的羊。”耶稣告诉彼得说：“你去牧养我的羊。”在那个十字架看为是被最失败、最软弱、最愚拙的象征，在人看自己的生命最羞愧、最失望、最软弱、最挫败的时候，但耶稣的死里复活，让那个被丢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石，代表的不仅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房角石，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再一次变成他儿子的身份，变成在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活石，我们不断的被建立。过去的软弱，过去的愚拙，过去的羞辱，过去的失败，过去的失望，过去的沮丧，过去的软弱，全部都被丢弃掉了。所以在诗篇94篇第22节，这个诗人也这么说：“但耶和华向来做我的碉堡，我的上帝做我投靠的磐石。”但耶和华向来做我的碉堡，我的上帝做了我投靠的磐石。我们常看到诗篇的诗人这样子形容上帝：上帝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那不动摇的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，你是那个让我可以稳行在高处的。你看，那这些诗人常常用这样的话语在形容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就算有失败，就算有软弱，就算有害怕，甚至有跌倒，但是因着这个房角石，因着这个投靠的磐石，让他勇敢的站起来。在信的人，房角石成为你继续向前的动力；但在不信的人，你就会不断的在你的软弱，在你的这困难当中，不断的继续被绊倒。愿这个房角石成为我们继续向前的力量，让我们立在这个基督之上，信靠他，不至于失望。所以，在这个信息当中，让我们看见的是，我们回应基督的拣选，我们一起宣扬他奇妙的作为。前面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也成为活石，我们也成为那个活的儿子、活的女儿，一同被建造。所以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拣选。我们不是再也不是那个没有生命的，我们不是再也不是那个被拒绝的、被丢弃的、被看轻的，而是在这是有生命力的，而且是被上帝的耶稣基督的拣选。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，第9节说：“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，进入他辉煌的光明，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。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
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上帝拣选你们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。我们被赋予一个新的身份，我们被赋予一个新的身份，我们是被拣选的。我们有一个被特别拣选的身份，我们是蒙祝福的。我们也成为王家国王的祭司，君尊的祭司。前面在我们读的经文也说，要做圣洁的祭司。在过去旧约的时代，祭司是只有某一些人而已，特定的家族成为祭司。但是在现代，我们看见我们都成为祭司了。祭司代表站在上帝跟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，非常重要的桥梁。过去的祭司过去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见到跟上帝面对面、跟神面对面，我也要透过祭司。但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祭司的身份，站在上帝的面前与他面对面，也在成为祭司的身份，可以为别人代求，为别人祝福，也成为祭司的身份，可以来服侍神。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时常在跟大家鼓励、跟大家分享的。我们说，我们特别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我们都说万民皆祭司，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每一个像我们的信徒，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一人一服侍，一人一团队。这是我们特别，是我们成为这样的儿女，被拣选的族类，成为一个被拣选、被祝福的人，这也是我们的身份之一。我们也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我们是跟这个世界有别的。纵使这个世界拒绝，纵使这个世界有误解，纵使这个世界有许多不一样的价值，但我们是被分别出来，在上帝的国度当中，成为他的子民。我们曾经不是他的子民，我们曾经不在这样的恩典当中，但因着耶稣的恩典，让我们得以怜悯，成为上帝的子民。这就是福音的恩典。过去我们曾经不是，过去我们还在那样的像是沙土的生命当中，但我们我们被拣选起来，成为那个活石，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我们成为被上帝所爱，成为上帝所怜悯、上帝所保护的对象。在何西阿书第2章23节，他说：“我要把我的子民栽种在这块土地，我要对那不蒙怜爱的流露爱怜。我要对非我子民的说：你们是我的子民。他们要齐声回答说：你是我们的上帝。他们要齐声回答说：你是我们的上帝。他不是说你是我的上帝，是你是我们的上帝。这也成为我们的信仰宣告。”再次说，信仰绝对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，而是关乎我们群体。生命的更新也不是只有我自己好，我自己得着更新，而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，关乎在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，让我们可以一起的齐声说：你是我们的上帝，你是我们在这个信仰群体，是我们教会当中的上帝。上帝呼召我们离开黑暗，进入他辉煌的光明。或是刚刚我们读的版本叫做灿烂的光明，也让我们知道离开跟进入，代表我们也像是脱去了旧人，在圣经中我们常看到的一个象征，脱去的旧人，穿上一个新人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信仰不是只有自己得救，而是我们不断的去诉说、宣扬上帝的奇妙的作为。这是身为我们身为属神的子民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，就是不断的去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在今年我们的教会有许多不一样的事工的活动，特别今年我们适逢50周年，所以我们发觉好像从1月到12月，好像每一个月都满满的，好像有很多的事情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在这些事工的背后，我们在分享的背后，我们不是只有自己关起门来，我们是打开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也邀请众教会一起来参与，我们也邀请在台湾各地若有意愿的地方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在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自己领受，不是我们个人领受，而是我们也继续去宣扬上帝的奇妙作为。所以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六，我们就有第2场，我们今年的第2场的一个分享会。也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，一起在这样的研讨会当中，我们也得着造就。所以，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，不是单单关乎我们，
也关乎这个群体，关乎这个教会，关乎这个上帝的国度。所以在利未记第20章第26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圣洁，归属于我，因为我是上主，是圣洁的。我把你们跟列国分开，要使你们做我的子民。你们要圣洁，归属于我，分别出来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”因为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断透过上帝的话语建立、更新、改变我们生命的根基，不断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。但最重要的，不仅是自己被改变、自己被更新，不是自己享受，而是我们在这个根基的最后，我们一起建造，成为活石，一起建造属神的圣殿，一起在当中，我们一起分享，一起经历，也一起见证。愿上帝赐福我们的教会，也赐福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之后我们要一起为几件事情，我们要一起来公道。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。